香港人喺中山買房咧點樣去揀？其實我哋中山嚟講啊，啱香港人嘅板塊主要係嗰4、5個區域，一個係中山市區，市區嘅話咧就係東區、西區、石岐。你話平啲嘅就係西區啦，但係東區同埋石岐俾到我哋嘅生活配套環境係唔一樣嘅。你特別係想要唔該，你係想要嗰種無車生活嘅環境，主要就係圍繞住富日城啊、Coco City 啊，同埋萬象啊嗰幾個商圈。當然啦，嗰啲係過萬嘅。如果你話想要平啲低過1萬嘅，就係要去隔離港口或者係火炬。我優先建議係去港口，因為港口呢，佢有個永東直通巴士站，我哋搭車翻去方便。第二個呢，就係周邊嘅社會環境冇咁雜，本地人居多。火炬太陽城板塊呢，佢係外來人會多啲嘅，可能要說普通話。呢個係第二個選擇嘅方向啦。第三呢，就係以博愛七路，我哋富人區嘅板塊嗰邊呢，就係以養生居住買嘅環境，價錢呢會比港口略貴少少，但係佢嘅環境會更加好。仲有一個就係馬鞍道，馬鞍道如果對於香港客戶呢，最大優勢係條深中通道啦，有前海灣又或者係中港城嘅客運碼頭，亦都係比較方便嘅。仲有就係佢以後嘅發展，所以呢個都要結合你嘅買房定位啊！馬鞍道嘅建議就係以北部為主。另外有部分香港客戶佢會選擇南朗挨住珠海，又或者係坦洲挨住珠海嗰個板塊。呢兩個板塊呢，建議盡量選擇一啲大盤，你嘅生活配套會更加完善。簡單咁樣同大家分享一下嚇，具體仲要係結合你嘅買房需求啦、你嘅預算啦、你要求嘅地段啦、環境啦、綜合嘅配套啦。最關鍵一點都係要睇翻自己嘅買房第一需求。咁如果大家響我哋中山買房唔知道點樣揀嘅，可以嚟揾我呢個本地人啦嚇。我做呢一行已經超過13年啦，所以我對我哋中山呢各個區域係非常熟悉同埋通透嘅。大家如果想要響中山買房嚟揾我同你詳細咁樣梳理溝通。而家有好多筍盤㗎，我會結合你嘅買房需求，將最優嘅筍盤推俾你啊嚇。好啦，先食飯先，拜拜。